大家好，就嚟母親節，先祝大家母親節快樂。今日咧想分享一件事，係關於我自己嘅。唔知大家對上一次究竟幾時錫過自己媽咪呢？老公、男朋友、老婆、女朋友、仔仔女女，我相信大家都錫得多。人大咗，反而有時唔記得咗阿媽，又或者有少少覺得尷尬。終於有一日，我就做咗呢一件事，對我嚟講係刻骨銘心嘅。一錫落去，媽咪塊面嘅感覺已經唔再係以前嘅潤澤彈性，而係經過歲月嘅洗禮，面部變得比較鬆同埋軟。嗰一刻，我其實發現咗媽咪其實真係老咗啦，更加想喺可以擁有嘅日子裏面好好珍惜。同一時候，我同媽咪其實都眼泛淚光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而喺當中，其實不變嘅依然都係愛。我亦都試過教過一位男性朋友，同佢講怕尷尬嘅話，其實就可以拖手。呢位朋友咧，最後佢喺街上拖住咗佢嘅媽咪。佢有一日話翻俾我知，佢最後偷偷咁樣喊咗啊，仲要俾阿仔發現咗添。一切其實都係盡在不言中。有時一個錫錫，一個拖手，一個擁抱，亦都可以勝千言萬語。咁今日我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